呢家我哋會教嘅係中一電腦科簡單嘅 Flash 動畫製作。首先我哋要開啟一個叫做 Flash 8嘅軟件，喺左下方撳開始之後，喺所有程式裏邊，我哋揾返一個叫做 Macromedia 嘅軟件。裏邊會有一個 Macromedia 嘅 Flash 8，我哋撳入去。嚟到 Flash 8嘅界面，我哋開一個新嘅檔案，我哋撳一撳呢個 Flash 文件啦。咁呢個係一個 Flash 8嘅嗰個界面，上高嘅係呢條係一個時間軸，表示動畫嘅過程。每一格代表嘅係12/2秒。點知呢？你會見到呢度顯示咗12.0 FPS， 即係 frame per second。左邊會有一個工具列，我哋所常用嘅製作動畫工具都會喺度噶啦。喺你嘅右邊有一個嘅元件庫，你所製作嘅一啲嘅元件都可以存放喺呢個嘅元件庫裏邊嘅。暫時所顯示嘅比例係100%。中間嘅白色呢個區域，我哋叫做一個場景區。你嘅動畫主要就擺喺呢度噶啦。下邊有關各種工具或者你所製作嘅動畫嘅啲屬性，會喺呢度顯示。例如暫時嘅背景顏色係白色。如果我哋要更改背景嘅顏色嘅話，我哋可以撳一撳呢個嘅白色嘅按鈕，裏邊就可以選取你所需要嘅顏色噶啦。譬如話我哋揀淺藍色，你會見到呢個場景就會變成淺藍色噶啦。呢家我哋開始製作我哋嘅動畫。我哋今次為咗簡單嘅方便呢，就唔再用呢個元件啦。我哋簡單嘅直接就畫上去。我哋可以選取工具列裏邊鉛筆工具，我哋畫一個嘅圖案上去啦。我哋今日嘅目標呢，就係畫一個嘅人物，然後呢令到佢喺畫面上高喐動。當你揀咗鉛筆工具之後，你可以睇睇下方嘅屬性，你會見到呢，暫時筆嘅粗幼度呢係1，顏色係黃色。咁為咗令到個線條明顯啲啦，咁我哋會將個線條嘅粗度咧加粗少少佢，例如由1變成5。線條嘅顏色亦都為咗係做一個嘅裙邊嘅效果，我哋會用一個較為深嘅顏色。好啦，咁呢家呢，我哋可以開始去畫啦。由於線條較粗啦，所以咧就比較容易去判別得到自己畫成點樣嘅。我哋嘗試畫一個類似係機械人咁樣嘅圖案啦。好啦，畫咗出嚟啦。咁之後我哋要進行填色嘅部分，我哋揀選工具列裏邊油漆桶工具，下邊你會見到呢，你所需要所選取嘅顏色同埋有關嘅選項。假設呢間我選嘅係紅色，呢個時候呢，為咗確保我可以將啲顏色倒落去呢，我哋會揀下邊呢個選項㗎。呢個選項叫做空隙嘅大小。由於我哋畫嘅嘢呢，可能有啲嘅地方呢係有漏咗空位嘅地方，我哋填色呢係需要係密封㗎。咁所以呢，為咗避免我哋畫咗少少嘅空隙呢，我哋可以嘗試揀封閉大空隙，咁就可以幫我哋呢令到一啲線條之間嘅空隙呢就當咗做冇空隙。咁方便我哋去倒顏色落去㗎。於是乎呢，我哋而家就可以按我哋需要呢，為個角色去填色。
好啦，呢家我哋畫咗個角色啦。呢家我要令到佢移動，所以呢，我哋要話俾佢聽，喺整個時間裏邊呢，我哋有移動嘅需要噶。我哋撳一撳黑色嘅箭嘴，喺時間軸上高有一個黑點，呢個呢就係表示咗你呢個圖案嘅喺時間上高嘅位置。我哋話俾佢聽，隨住時間過去要移動啦，所以我哋右擊佢，揀選建立移動補間動畫。你會見到呢個公仔呢有一個嘅淺藍色嘅框框住佢。咁我哋話俾佢聽啊，幾時呢開始要移到去我哋所需要嘅目的地。咁中間嘅移動過程呢 Flash 會幫我哋運算咗出嚟噶啦。譬如話我哋喺第15嘅呢個空格佢右擊加一個嘅中途站，我哋叫做一個叫關鍵影格，於是咧係整個影片裏邊咧中間嘅一個位置。當你撳落去之後咧，你會見到成個時間軸裏邊咧有兩個點，兩個咧係黑色點，而且中間咧有一個箭嘴表示噶。但係呢一家咧我仲冇辦法令到佢變成一個動畫，因為咧起點嘅位置、終點嘅位置與起點嘅位置咧係相同噶。咁所以咧我哋必須咧移動呢個嘅角色，譬如話我哋嘅終點嘅位置咧，將佢移到嚟另一邊。咁於是乎一播放嘅話咧，就會由起點嘅左邊去到右邊啦。如果我哋如此去推，加多幾個點上去，呢啲關鍵影格代表咗佢唔同嘅位置，而我又將佢 set 做唔同嘅位置嘅時候，你會見到第一個點喺左上角，第二個點喺右上角，第三個點係右下角，第四個點係左下角。播放嘅話，角色就會喺呢4個位置上高移動啦。我哋撳一撳控制測試影片，就可以睇到一個預覽嘅效果。